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兄弟备办心来敬拜上帝。咱做伙来吟回经诗，圣诗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福音正声。
2025年的新年头，就反省过去一年所有的过失，同时嘛要恳求上帝赐福，伫未来一年会当顺利，过一摆日子伫好事顶面成长，来迎神益人，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用颂赞入伊的埕，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咱做伙来吟圣诗，学老上帝。圣诗第66首，万里三甲自真欢喜，请起立念全首。万里三甲自真欢喜。咱游玩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伊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勒岛人来受苦。定12架死来做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胜过公共的教会，圣徒的上高，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咱做伙来启用圣诗的后面启用文25。圣诗的后面启用文25。我要举目望山，
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骹摇掣，保守你的是耶和华。日是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你是阮的仰望，阮的石盘甲帮助者。阮对一年的四季、日月星辰的运转，要来学乐你的大创造。世间的日子真快过那迷茫，一年过了，搁一年，拢有主的恩典大慈悲。你要平安带阮过过一年，拢要有上帝的祝福满满。主啊，伫新的一年，恳求主上帝赦免阮一切的过失，无因为阮的无知无误，主就看轻阮，无顾阮；无因为阮的无信迷路，主就硬心放杀阮。恳求主上帝帮助阮，伫新的一年，阮会搁较听主、认捌主，安尼阮就有丰盛超越的恩惠。主啊，伫新的一年，阮搁较要追求灵命的成长，甲学习听人，安尼阮就有主无限的眷顾甲怜悯。伫新的一年，阮搁较要学习圣经。热心辅助会，安尼阮就有充足满满，有主的活命，有主的款式。主啊，阮所有新年日子的愿望，拢是要得到主的欢喜甲福乐。恳求上帝帮助阮，伫阮困境艰苦的时，会亲像圣经所记载。虽然无花果树无布影，葡萄树无结果子，柑仔栽无收成，田园无出五谷，窑内无半只羊，牛条嘛无牛，阮犹原要因为上帝来欢喜，因为救阮的上帝来快乐。恳求上帝帮助阮。当阮常常拄着逐款的困难，阮无伫遐屈服；拄着绝境，毋久无绝望；受着困迫，毋久无受放杀；受拍倒，毋久无跌到死。主啊，这是阮的全然相信，帮助阮。主上帝，阮确实伫神的内面。的确要经验上帝超越的恩典，要亲像活水泉安尼直直沁出，直到永世代。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圣歌队带咱来学乐上帝，伊要吟的诗美妙主耶稣。
恭读上帝的话，圣经诗篇第71篇第1节到第8节。圣经诗篇71篇第1节到第8节。上主啊，我倚靠你，求你，互我永远袂拄着见笑。求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偷放我。求你按耳孔听我，救我。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互我通时常踮遐。你已经决断要救我，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至悬的上主啊，你是我的仰望。对我少年的时，你一直是我的倚靠。我对歹人就受你扶持。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我要不时称赞你。真侪人看我做奇怪，毋过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我的喙充满对你的称赞，规日规阳光互你。圣经读到这。牧师要用踮伫仰望的石盘顶来证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第1个主日，咱阁有想看卖仔12月31号，你咧创啥物代志？有人早早去困，有人真期待迄个倒数计时，有人真期待假日迄道早起的曙光，嘛有真侪少年人去到看年的场所，伫遐三甲来倒数计时。这看年的活动煞变成每一年年尾最后一日，真侪人的活动之一。所以有人传一个贴图来讲，少年的时去追星去看年，有年岁安怎？棉被盖的较早困的较好眠，毋知你是属伫倒一个？有人到中年到伫有年岁时，伊嘛阁真热血真即个抑阁真热血抑阁真有青春的迄种的气味，甲少年人做伙，咱常常会当感受。期待咱教会的少年人为主来热血。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阮正兄弟伫你的面前三甲来敬畏而乐，感谢感恩过去2004年
2024年助力印传院来经过。无论是去年拄着气候的变迁、风台天，也是拄着侪恶担当，也是侪艰苦的事，助力拢印传院来经历过。嘛，互阮伫生活中间来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娱乐，互阮伫每一日来体验、体会助力圣手的印传、固守甲带领。愿助力做阮的石盘，亲像大笔所讲，你诚做阮的石盘，甲阮的山寨。嘛，互阮拄着恶担当的时阵，求阮脱离遮的境遇，啊，帮助阮，互阮常常来倚靠你，常常伫你的面前来求叫你，嘛，常常借着祈祷来反省。来悔改阮所做的失错，甲有做毋对的代志，愿上帝帮助阮，互阮今年会仰望伫主你的圣手，愿主你赏赐你的智慧，愿主你赏赐你的快乐，加添阮每一位兄姊妹，嘛加添阮的同工，阮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拄仔咱去所吟的圣诗，万米三甲自责来欢喜。最后一节第4节迄个歌词讲，咱踮世间虽有烦恼，实在免惊有主通靠。即两句话，拄好是咱生活的境遇，伫咱信仰拄着挑战的时，伫咱生活拄着艰难的时，即两句话是诚做咱上好的帮衬。圣经伫旧约讲到大卫，这大卫王，咱常常会伫圣经内面来看到伊所写，特别是诗篇。所以伫诗篇侪篇是大卫，无论是伊感谢的祈祷、懊恼的祈祷，也是悔改认罪的祈祷，这拢诚做咱所读圣经的一部分，嘛诚做诗篇的一部分。所以咱伫诗篇在内面，咱经历诗人的祈祷，包括大卫伊的祈祷。大卫是一个王，是以色列王。我相信兄弟姊妹拢真知影伊的作为甲记载。伊是一个各样的人，伊受到撒母耳的膏抹，诚做以色列要代替扫罗王接续的王。伊毋是一开始就非常的顺利，其实伊的人生嘛拄着侪的挑战，包括互伊的老爸看轻，所以当撒母耳要来膏抹王的时，第一个毋是敬大卫，是最后讲我还阁有一个煞尾囝大卫。所以有时咱的一生，咱受着看轻，咱受着轻视，你看诗人，你看大卫王。伊嘛捌受看轻，但是上帝伫伊的身躯有大的快乐，伊靠着光骨的石头来杀赢迄个大汉人歌利亚，煞变成一个对一个无名的各样的人，变成以色列百姓的英雄。因诚做英雄，毋是安尼着一帆风顺，因为安那所罗门嫉妒伊，所罗门开始怨恨伊，虽然伊大卫后来诚做扫罗的囝婿，但是伊嘛怨恨伊，甚至要杀大卫。大卫是一个顺服的人，伊讲这是上帝设立的王，无要借着伊的手来杀死扫罗门王。所以到上帝备办，互伊会当诚做一个王。所以伫信仰的内面，咱拄着挑战，拄着艰难。这才是会当显露咱信上帝的宝贵。2024年已经过去，咱已经来到2025年，伫新的一年，大家拢在谈论今年要有啥物种的发展，包括咱的教会，包括一般的民间机构、单位，也是学校等等遮的，特别是公司企业，因为因的方向甲目标。大概伫年初股票就开始，都有人开始分析，这今年这个产业会倒一个方向。
所以大家咧求会当大发利市，会当宏图大展，会当步步高升。我想，伫每一个人新的一年，拢有满满的期待甲愿望。愿望今年咱会当拄着什么的代志？哦，对企业来讲，讲咱今年会当趁偌济；对大企业、大公司来讲，迄是一年的目标。啊，对做小生意的人咧，伊嘛是嘛感觉讲，今年看人客会当较济无？咱的心中拢有一定有一个愿望，一定有一个目标，特别是年初时。但是这个目标甲愿望是毋是会当延续到年尾、到年终的时？所以到年中啦吼，伫咧差不多6月份，咱会当有人开始讲，这半年咱所拄着的是什么代志？相信嘛计划后半年的代志。所以讲到愿望，这是一件好的代志，包括咱的教会，咱嘛各团契咱的各单位嘛有伊年度的事工的计划，所以咱已经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咱像一张的蓝图，但是问题是出伫底，如果这张蓝图若是纸上谈兵，还是凭空幻想，安尼这个愿望最后变做啥？上大的啥物个失望。我上帝想帮助咱的愿望来自上帝，因为上帝真做咱的石盘，真做咱的基础。真做咱的稳固的地基。捌有人去金门做兵，也捌人去金门观光。其实金门有足侪工事，足侪地下的即个坑道，即个崩坑，因为迄当时战备的需要。迄上大的礼堂叫做擎天厅，差不多咱教会3、4倍大。捌伫金门做兵的人，你敢拢会有可能去到迄个所在，听司令官讲话。即个崩坑是安怎用出来？是安怎挖伫迄石盘的内底？是若外口咧炮战，外口有即个炸弹的时，闭伫迄崩坑的内面，因为迄是一个石盘，大的花岗岩石、花岗岩石的内底，迄著互你感觉足安全的。所以我到金门的时，班长甲我讲，炮战的时吼，拢毋免惊，咱秘伫崩坑就好啊。因为迄石头实在太重的，迄石头实在太重的。当初是若要挖迄个石盘，挖迄个崩坑吼，迄机械拢爱长足侪载，甚至人工无法度去挖，只有用炸药去崩。所以今日咱对这个石盘来看，上帝真做代笔的石盘。真做咱的石盘。71篇是一个代笔的诗，有可能是伊少年的经历、年轻经历、伊的记忆，到年老伊家写落来。69篇、70篇、71篇，拄好是一个3部曲的基础。这3篇的诗篇会当看作对上帝的仰望甲信靠。所以咱的愿望、仰望，最后是爱对咱的信靠来看见咱经历咱对上帝这种的挖靠。所以这几篇嘛是代笔所写纪念伊咧回忆回顾的诗。虽然这个标题讲老人的祈祷，老人的祷告，所以有可能是代笔甲伊晚年的诗，伊回忆伊的过去，伊的一生所写落的诗。所以是这11篇嘛是有可能是代笔年轻的时，伊的求上帝来帮助伊的诗。有时嘛听到代笔伊的吐气的声。所以这是一首的愿望求助的诗。第10天讲主啊，我倚靠你，求你互我永远袂拄着迄个见效。迄个见效是啥？代笔的囝既然反背伊。要来取代伊罪恶，所以这个事件有记载伫咱的圣经的旧约的圣经的内面。代笔是安怎雄雄公公开始导咱，伊对敌既然是伊所疼的囝押沙龙，这押沙龙伊头毛真长真水，
是一个真缘投，是一个真标志的男子汉吼，代表是伤心嘛。所有的囝内面，伊上介欣赏对伊的外表，伊欣赏甚至有可能会将王位来传予伊，但是这个押沙龙竟然起来反背伊。这反背的人的中间，嘛有代表王朝内面的官员。安尼表示讲，有侪人是对，有一寡人是对代表的作为，也是对伊有不满，所以代表感觉真见笑，我的囝竟然来反背我，所以代表写讲我可能，互我莫阁永远拄着即种的见笑，但有时嘛会拄着见笑的事。有人徛倒吧，我嘛捌徛倒吧，就犁田，哇，四周的人甲我看，甲我笑，但是安那，咱就甲倒吧按起来，擦，把灰尘擦掉，佮继续徛，敢毋是？所以这种见笑，有当时咱会去拄着，阮上帝是用帮助咱，代表拄着见笑是亲人的反背，所以直到伊真伤心，直到伊的心感觉讲，这公义到底伫倒了？所以第20节讲，主啊，照你的公义拯救我，投帮我，求你现今听我来救我。押沙龙最后是伊的头毛伤长，迄个树枝甲伊甲伊颠掉的，最后是代表的将官甲伊毒死，代表佮问迄个将官押沙龙好无？伊讲已经互我杀死。所以其实押沙龙的其实代表的心嘛，讲希望伊的囡仔会当反悔反转，会当坐落来爸囝做伙好好讲，安尼伊的性命就会当保全。但是伊违背王朝，咱知影讲古早的王朝叛乱罪，迄是非常非常的重啊！爱安那诛灭贵族、九族，迄毋是知影我反背台我尔，连我的亲人拢爱做伙剿灭，诛灭九族。这叛乱罪是足重的。伫新的一年，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所有的理想甲计划，无论是咱的教会，也是咱工作的所在，也是你的学业，也是你所做工作的所在，拢照祝福你、赏赐互你来行。咱人生难免会拄着真多的挑战，无论是大项也是细项，这会艰难。有时是咱无法度预测的，有当时苦难、好境是咱无法度，咱着预测的。咱今年咱掠牛绳咱可能当掠一个，但是你敢有可能讲掠一下讲我会拄着什么种恶担当的事，拄着什么种的艰难？亲像代表即种不如意的事、不如意的处境，咱会安怎来面对？咱是要抱怨怨叹，还是你想袂开？都是咱信主的人，咱信耶稣的人，伫困境的内面，这是你信仰的本质。才人看到你信仰的迄个基础、迄个根基。所以咱今年盼望大家拢徛伫盼望的石盘顶，来仰望咱今年所拄着的事。愿上帝帮助咱，愿上帝话来扶持勉励咱，来度过甲赢过咱所拄着遮的逆境。因为伫顺境的时阵，只有锦上添花，甲你拍波，迄个，这拢是足平常的代志。但是若是困境的时，会当有人甲你帮赞，有人会当甲你鼓励，互你徛起来，迄才是重要。愿主的话嘛，真对咱困境内面会帮赞。亲像大卫人生拄着困境，伊犹原仰望上帝，唱出即个望的歌。伊甚至甲写了，叫做诗篇第71篇。伫诗篇内面，咱看到侪诗人所写的诗。第3节甲咱讲：主啊，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互我通时常踮伫遐。所以代表是，阮望讲伊徛伫即个上帝所予伊的根基，伊的石盘。所以代表个写讲，你决定要救我，伊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所以我讲着讲这石盘。伫金门内面有足侪遮个崩坑，是毋是？如果若拄着炮击的时阵，咧秘伫崩坑的内面，
你就袂晓炮弹炸着。做者较早的长辈因讲，还在单打双不打的年代吼，伊就放假出去，他就砰，就爱紧闭起来，有个人闭袂赴，就晓弹着，吼，就晓伫外口咧走，吼，就晓即个炮弹炸着，甚至即个炮阵地吼，人袂当伫遐，就爱紧闭起来。所以上即代表讲，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堡垒，迄种的坚固的要塞。所以上帝求你救我脱离这歹人的手，脱离这不义残忍的人的手头。所以代表是拄着侪遮个无好处理的人，但是伊虽然伫做一国之君，拄着的代志，比咱所想象的会搁较侪。虽然是这篇诗篇是老人的祈祷，咱看到代笔伊所写，伊伫少年的时，就掠上帝成做伊的瓦壳。伊甚至讲，伊伫母胎的内面，主就甲伊扶持，互我伫老母的腹肚是上帝来甲伊扶持。所以伊安尼来敬畏上帝，来学乐上帝。所以代笔的信仰，毋但来自即个信靠。伊个来自称颂甲学乐上帝，这确实咱伫信仰的内面，咱常常爱去警醒，是不是？咱困境，咱就埋怨，也是咱要学乐。但是代表伊检采有伊的想法，伫信仰的经历，伊讲伫困境的内面安那有愿望，要对愿望的内面来出欢喜。学乐的声，咱人活着上重要的是有即个愿望。历史的过去，互咱一个教训，历史给我们教训。历史嘛要教育咱，历史嘛互咱一个警醒，互咱莫去行毋对的路。全世界也是即个地球上界大的错误，就是人类互相的残杀、战争，是毋是？战争对小小的部落，迄嘛是战争嘞，要除草，对无？有当时外人来到咱的猎地，咱为着要保护咱的领域，就安那爱杀人头，迄除草嘛是一种足小型的战争。所以咱来到咱来到2000年，来到21世纪，其实咱回顾历史，上大互咱的警醒，就是战争，因为战争带着真侪的死亡。战争会拄着真侪遮个亲情死实。唐朝的诗人杜甫伊写伊的《春望》这首诗，讲：国破山河在，春城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什么？抵万金。咱拢有读册家书呢？你传 email， 你传 line 到抵万金。你过年传偌济 Happy New Year 互人，若是伫战争的时，家书抵万金啊！所以伫战争的内面，咱体验着人生上界大的困境啊！战争，我定定伫教会拄着遮个长辈，特别是有经历迄个日本时代，阮读册拢无啥物读啦，逐工都秘空室啦。所以少年人、兄弟姊妹。遮青年朋友，你读册敢有常常来秘空室？没有嘛。所以咱爱伫这和平的时代，咱搁爱搁有一番的作为1950年是一个历史分别的年代，因为迄年发生韩战，韩战影响两个国家。第一，就日本原本是战败。你敢知影战败日本的社会是非常非常的凄惨，因为这对南洋转来啦，对中国转来这兵啊，因无工课通做，规个国家衰微百废待举。这个人呢，因战败，因感觉对国家足亏欠，毋是亏欠，伊着努力工作呢，逐工啉酒，啉了咧，拍某囝。所以规个社会是真低沉啦，
这兵仔倒来到家己的国家了战败，迄种的失志，迄失志都出口伫这家庭，所以真侪迄时阵有宣教师讲，美国望美国会当派500个宣教师来复兴日本的宗教。总是迄阵美国的宣教单位讲，阮美国嘛真需要，所以就无派。总是1950年，这个战争韩战发生了后，美国开始扶持当时日本剩落来这个工业，开始制作前线需要的这个物资包括枪支，包括这个医疗的用品，所以间接啦间接来复兴日本迄当时留落来工业，就真做因以后要发展经济的基础。1950年，另外就是原本美国是放弃台湾，但是后来美国派因的第7舰队来巡逻台湾海峡，保护台湾，伊要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展。伫即个战事的发生，拄好2件代志，来影响到2个国家日本的经济的基础。台湾有美国的保护。伫迄年的战争拍到寒冷的12月的寒天，伫零下40度的环境要烧战。11月底一个战事，有一队的美军迄即个强甲伊即个总共迄阵是中国有派兵去互伊包围。一个阿兵哥伊有回忆，伊讲。敢有这火鸡大家较紧食，因若无紧去食迄个火鸡你补袂落啊，因为安那比冰搁较甜。这汤爱紧去啉，若无去啉煞变成咧食冰淇淋。这是一个美军的回忆啊！你看迄种的战士，因是一种的困境安尼度过，安尼生活落来。有一个美国的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伊就访问一个阿兵哥，这阿兵哥拄咧食一个足冷冻的罐头。这位女的记者甲伊问讲：如果我若是上帝，请问这位战士，你要我求什么？这个战士这个面容足憔悴，足忧伤的。伊讲：请你互我明仔载 ，Give me tomorrow， 请你互我明仔载。迄是一个活落去的愿望因为毋知影炮弹当时会弄过来，毋知影当时敌人会攻过来，因为因已经用包围。所以对这个阿兵哥来看，生存会当看到明仔载的日头，迄是有偌大的愿望。Give me tomorrow。这位女记者后来得到这个普利兹奖这是第一个女性的记者得到这个奖。如果有人问你，讲你要得到什么？伊讲愿望活命就会当活到明仔载。这是这位阿兵哥伊的愿望。所以元素帮助咱拄到绝症的人，通常活落去的意思就是有明仔载的愿望。一位专门咧治疗癌症的医生。伊捌得到大肠癌，6年的时间，伊有缘正常上下班，但是伊每一个礼拜有人有看诊有人替人开刀这得到癌症，伊嘛是咧共治疗癌症的医生有医生有癌症，这个癌症的医生讲，毋是癌症害死人是绝望害死人，所以伊维持6年的时间。就是伊心内有愿望的缘故，还阁替人安那开刀。所以咱做看，只有惊吓的心，只有失望的心，只有失去迄个愿望的心，互人会孤单，降低人这个免疫力。这是这个医生伊的经历。诗篇71篇的作者大卫，伊伫拄着这种的处境。上介悲凉的处境，上介悲伤，佮敢若讲心足凉的这种处境的时，但是伊最后忍耐到最后，
原因伫对，就是伊如果若失去愿望，伊就希望拍倒。所以遐姊妹，无空气咱活袂落去，共款，若无愿望，咱嘛活袂落去。所以这个愿望是咱会当阁继续落去的一个源头。所以世间的愿望是无在伫遮的权势，甲的财力。所以对大笔来看，伊是一国之君，伊有伊的权势，总是安那。这毋是伊所仰望的，这伊倒咱的时，这拢已经无重要。上界重要的是伊对上帝的愿望。箴言23章第5节，甲咱讲：你目一个念，钱财就无去，因为伊的发誓亲像鹰鸟飞就天。哦，你敢注目伫迄个空虚嘛？因为钱财家己的发誓亲像鹰鸟飞上天。所以咱的愿望毋是伫遮的钱财，哦，嘛毋是伫遮的权势。诗篇118篇80到90嘛，甲咱讲：我靠耶和华比我靠人较好，我靠耶和华比我靠王亲阁较好。所以咱的圣经已经甲咱讲，我靠的毋是遮的钱财，仰望的毋是靠遮的钱财，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这是咱唯一我靠的对象。圣经已经真清楚甲咱讲，所以世间的愿望拢毋是遮的金钱，毋是遮的钱财，遮的权力，是伫上帝的本身的心中。所以咱的愿望，咱为了愿望，这个石盘伫对，就是咱所仰望、咱所信靠的上帝。特别伫即个危机，确认一件代志，就是伊呼求上帝讲：我要倚靠你，我要倚靠你。愿咱会当常常来倚靠上帝，不是来倚靠上帝，因为上帝是咱的愿望，是咱愿望的石盘。毋茫咱今年拢徛伫即个石盘的顶面来仰望。耶稣嘛是共款，耶稣嘛是咱所愿望。保罗也诚做初代教会的使徒，诚做耶稣基督军队的使徒。哦，所以伫这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章第1节，伊嘛甲咱讲，保罗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是照咱的上帝甲互咱有愿望的基督耶稣所命令的。保罗的愿望是来自耶稣。所以上帝为了救赎咱，将独生圣囝耶稣赏赐互咱。保罗讲，伊是伊的愿望，伊是照咱的上帝，甲互咱有愿望的耶稣基督来所命令，来成做迄个使徒。照上帝，佮互咱有愿望的耶稣基督。伫希伯来书13章5节，甲咱讲，因为上帝有讲，我决断无放杀你。我断无离开你，刚才咱拄着失望，上帝袂放弃咱，上帝袂离开咱。只有人会离开主，只有人会离开上帝，只有朋友会离开咱，但是上帝绝对袂离开信靠、仰望伊的人。我望咱会当成做一个有愿望见证的基督徒，所以咱今年要用信心来仰望上帝，因为主是咱所愿望。因为主所赏赐予咱有这智慧，以及你会当得胜，你会当经历过的秘诀，就亲像大笔伊掠着这个秘诀。咱面对世界经济真无景气，会当讲是世界金融的危机。这是伫顶世纪的世纪初吼。美国第30几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伊讲一句话：上互我惊吓的是死亡，甲即个惊吓。所以有人咧访问讲，你安怎带领美国经过即个经济的即个无景气？全世界的景气无好。伊讲上解互我惊吓的就是死亡。这死亡本身，这是啥物意思？伊讲无有啥物好惊的啦，无有比死搁较惊的啦。这美国这罗斯福总统是坐伫轮椅顶面，
但是伊却领导美国的百姓吼，是因为伊有信仰的溃烂，哦，有信仰的溃烂。所以咱拄着危机的时，人就显出伊的真面目。哦，树林内面足侪树啊，若到咧恁的时吼，你就看出倒一丛树较，倒一丛树啊较有迄个本钱。所以危机来讲，有时对咱嘛是一个机会啊，甲即个转机。即个鸟仔有两种，我看到一篇故事啦，伊讲鸟仔有两种撇雨的方式，一种就亲像赤鸟仔，较紧飞，较紧飞，飞来厝的内面来避雨，迄叫做厝鸟仔。啊，一种就是老鹰，老鹰安那，就天性安那飞悬，穿过云层，探过即个云，飞到天顶，看到云顶面的日头。所以你避雨，你是有两种，你要学习倒一种。所以赤鸟只有看到乌云，看到落雨，但是鹰鸟看到云顶面的蓝天，的天。所以有上帝的帮助，互咱会当超越即个困境，互咱伫仰望的内面拄着任何的困境，上帝是咱的石盘，咱所仰望的石盘。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阮感谢你，阮伫生活内面，阮毋是信主，阮得一生一帆风顺。阮信主，甲人拢共款，拢会拄着顺境甲逆境，嘛有拄着真正恶担当的事。无论是身体艰苦病痛，无论是伫工作上拄着失落，还是拄着不如意。啊是学业啊拄着无法度突破的事，愿主帮助阮，伫仰望上帝内面，主你听阮，将你的话赏赐互阮，互阮将你的话来成做阮的帮助，互阮的人生经历这的困境，互阮所仰望是主你本身，因为主你是阮所仰望的石盘，互阮徛伫这石盘顶，互阮得胜有存，互阮。伫困境的内面，这困境拢无抵到，互阮惊吓乱入，甚至这困境拢成做阮会当阮的帮助。愿主施恩伫阮每一位兄姊妹身上，伫2025年，仰望伫主你的圣手，主你来引带互阮经历每一日，主你甲阮同在。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第382首，等咱大家来吟诗，请起立来吟全首。
接来奉献，那阮即事甲桂林即事来实现。请坐。我来报告通知，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事务。报告大声，咱来看今日的金句，伫周报的第3页。我读一遍，请兄弟对我来读2遍。咱即礼拜的金句。至悬的上主啊，你是我的仰望，对我少年的时，你一直是我的倚靠。诗篇71篇第5节。来，至悬的上主啊，你是我的仰望，对我少年的时，你一直是我的倚靠。诗篇71篇第5节。至悬的上主啊，你是我的仰望，对我少年的时。你一直是我的倚靠。诗篇71篇第5节。本周的聚会报，请咱家己详细看，踊跃来参加周间的聚会。礼拜的事项表，咱有参与事项的同工，请注意，若组合上袂好势，爱请假，会记你甲代理的人找好，甲咱的干事讲一下。咱来看第4页，本会消息。咱伫新年度呼吁，咱国团契会长注意爱伫交易厅，甲恁专用的团契公布栏来换这个相片甲消息。第2，咱国团契会长请注意咱要铺册检查，请你甲恁团契的少仆签名了后，交到办公室，咱要互和会的小委员配召指示甲合列指示来检查，来配合咱伫2月23要开会员大会。第3点，即礼拜3祈祷会要为着信息甲即个小组来带导，欢迎咱兄弟注意来参加拜3的祈祷会。第4，
伫1月11号拜六台中中会要普测检查咱教会派秀英长老甲佩昭执事代表咱摕遮的普测去检查。第5，后主期上午要调开定期的中执会，请中执旨意，若爱请假的会记你甲中执会书记民典执事来请假。第6点，1月16拜四下早要伫埔里基督教病院调开咱台中中会第95届的春季议会，咱陈牧师、林牧师甲咱的代议长老罗金埕代表去参加。第7，咱教会定2月23要调开定期的信徒和会请咱各团体各单位来记你提交即个事工报告甲即个预算决算咱要来开1年1届的信徒和会。第8，也未领到牧师上任礼品的咱伫礼拜煞会当甲罗伊执事来领。这是你迄天爱有投迄个礼品兑换券有签名的人才有牧师上任迄天你有签名伫迄礼品兑换券的这会当来领即个牧师上的礼品礼拜煞你去甲罗伊执事来领第9，咱教会送即个春联要咱搭伫厝的过年用的咱放伫1楼的公报栏的头前的桌仔顶咱家己摕摕了就无啦送完为止第10，咱第1季1月到3月圣工分担表已经拢印好欢迎咱兄弟同工会记你家去办公室家讨放一张伫厝的，你就会知影即3个月啥物人爱侍奉啥物咱特别咱这欠的交通指挥，咱兄弟若有伫教会事工会当来支援交通指挥，搁即个煮爱餐，这嘛真欠人咱有一个新来的兄弟郭恩士知道袂？伊特别讲伊要煮一顿烧互咱食我真感动咧咱新来的会郭恩士兄所以讲伊讲伊要煮爱餐互大家食安尼啦所以咱兄弟尽量以咱的能力伫参加侍奉伫教会遮的工课你若欢喜要侍奉，你就甲咱的干事讲一下，你的时间当时方便，伊会甲你排。伊会甲你排，无论插花也好，无论即个会堂的整理关门开门即咱拢会当参加第11搁一届伫咱遮呼吁你若伫遮洗礼即设立笃行的兄弟请你踊跃来参加这月定奉献第12咱继续伫即个全教会4年的读经计划请咱进前无参加，你今年要来参加嘛会使这读圣经拢无讲早晚，嘛无对讲爱看时的。你若有意愿立志讲主我今年要来对教会过来读圣经，这拢是真好的愿望。咱会当通过安尼，搁较来认捌咱所信的上帝。第5页团契甲小组的消息咱今日有2个团契有聚会，第一就是妇女团契，等下10点20。因有迎新的聚会。第2项较要紧，甲咱报告就是因伫1月18妇女团契伫1月10月，这是拜六下晝的9点半，迄个刘清泉牧师邀请伊要来传递，这真难得请咱兄弟你拨时间踊跃来参加第2社青团契今日下晝有聚会请社青才会客友伫参加。第3兄弟团契因得招募今年的新的会员请关心支持兄弟团契你甲我本人报名这爱交会费2000块目前即摆已经有8个人来参加真感谢。青少年团契、少年团契这咱家己详细看具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咱等一下伫祈祷中来纪念。迄个后礼拜，咱要举行1月份的寿星庆生。你的生日若是1月份的，
1月份的，啊，你的名无伫遮的，啊，咱免客气吼，咱甲即个助理执事讲一下，伊会甲你报起来吼，还是留记的。你知影啥物人的？啊，咱啊斗3工，啊，就这名单顺款有周志无吼？啊，留到位甲伊讲一下，安尼会当较好势。第7页遮有顶礼拜的奉献啊报告做领收，若有路顶，请咱免客气，甲咱的财务长老吼林主座甲伊反映，伊会当甲咱服务吼。啊，我报告到遮，咱来介绍今日新来甲咱中间礼拜的朋友吼，一个施永银，毋知有伫遮无？哦，欢迎你。伊是住伫中华吼，啊，即马工作伫台中，啊，伫找教会，啊，进前是伫迄个，伫一个利简佛教会吼，啊，伫遐礼拜吼，啊，即马伫找教会啦吼，啊，伊细汉的时阵，捌伫长老会台语礼拜啦，啊，真欢迎，啊，你会当继续来阮笃行教会吼，啊，这伫遮即个信仰的大家庭，也希望会当伫遮帮赞你吼。啊，咱做伙来敬拜上帝。搁一个叫做周子佩，毋知伫刚好后壁遮吼，欢迎你吼。啊，第届来咱遮礼拜真欢迎。啊，我有要介绍几个吼，咱老笃行啦吼，我有看到方会长老，伊倒位为加拿大转来过年吼，啊，伫遮甲你欢迎，转来家己个教会啦吼。啊，搁一个咱的较早咱的青年哦，叮当长老黄登同，哎，伊也来遮礼拜哦，这拢咱老笃行啦吼，啊，搁有迄个志明为屏东转来吼，有伫遮无？无啦吼，哦，志明甲惠恩吼为屏东吼转来遮礼拜吼，伊伫面顶啦吼，无要紧，嘿，啊，搁有林牧师，林安龙牧师嘛来伫咱中间吼，甲你欢迎。啊？拢会使啦。啊，毋知有我介绍无对的无？哦，安尼咱来集体关怀的祈祷啦吼。咱伫主的圣殿，啊，我搁一届伫遮邀请咱兄弟，咱着替家己祈祷，咱着替你关心的，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工作，真正你所知的你的需要，咱家己伫主的面前，咱来祈祷。慈悲听愿的上帝，恳求你纪念阮是托阮所做，阮的身躯有侪侪的病痛，阮有侪侪恶担当的事，拢求主你怜悯。主啊，怜悯阮！阮的兄弟有细癌的，有大肠癌的，有骹感染的，时大有滑倒的，有小可中风的，嘛有车祸了得疗养的，嘛有伫安养中心的。主啊，遮个侪侪的病痛，拢恳求主你怜悯。我嘛要为着阮的兄弟心神软弱，心内郁卒，为着工作无稳定，也是有经济的压力，嘛有家庭和睦的问题。主啊，遮个侪侪的难关，拢要恳求主你一步一步来引带带领。我若要为着阮的教会的事工来祈祷，求你帮助，互阮伫新的一年，伫阮牧师的领导下面，互阮笃行教会会当显现出主听迄个大家庭，较要紧，互搁较济遮的兄弟来到伫中间做伙敬拜，互阮的教会的侍奉，互上帝你所欢喜。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来，
来，咱现在咱起立，咱来行平安礼，甲你的厝边隔壁请安。咱搁来吟一遍，吟诗煞请陈牧师来祝祷。我用主的疼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疼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疼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力量，我用主的疼诚心来听你。煞尾别的诗吼，咱来吟煞尾的诗，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典救你。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内对这事直到永远无煞。阿门。